那劝人人幫黑到嘅節五，有機會可以進來看下爸爸，看下媽媽，因為到下爸爸跟下媽媽一天心照你，因為到一個飯樣講，人樣相知長江水，只想人樣熱情風，咪意思啦？呀個阿爸阿妹，即家嘅爸爸กับ媽媽。上切家了長流水洋五切湯，切家子五上切家嘅老人熱情風下啲過意思，工作咪自己過唔記得上台，譬如啲家庭咪自己瞓唔記得上台，阿爸阿媽係講切家嘅爸爸กับ媽媽上切家到長流率五切湯，嗱即係有人有機會就嚟看下啲切家嘅爸爸กับ媽媽。因為到我經書有人講出呢個千年書23、22節，順服呢個爸爸，因為到係冇記，切家冇出世間里，係講呢個媽媽老之時，你獻出本佢看，你敬重佢，你錫佢，嗱，切家千有人經書教話切家。切家愛敬重切家嘅老人，切家愛錫切家嘅老人。嗱，簽人書23、25節，因有人告白切家，滅本呀嘅兩日老人歡喜快樂，滅本呀媽媽要日開心嘅心。嗱，所以睇先係講要機會進嚟看下，未進嚟看啦。嗱，呢日星個用人要被機場，人幫黑黨未進嚟看，冇機會學進。咩打下啲電話 video call 要人跟我相看，要祝福下呀爸爸跟呀媽媽，本佢歡喜，本佢快樂。嗱，還要用唔忘記得，呀個銀包係本佢讓歡喜快樂，係講有你冇機會去賺錢，係冇啦？因為呀個爸爸跟媽媽相依長流水冇切，阿爸咩嘅愛唔切切，主要是個愛好過冇切嘅生命教本切㗎。為了支持自家，為了不得到永久嘅生命，敬重老人，敬重上帝，阿門。